总统蔡英文今日出席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独立建国55周年的一个庆祝活动。蔡总统致辞的时阵，也讲到这个史瓦蒂尼的国王呢，捌特别在这个国际当中替咱台湾讲话，特别甲伊感谢。蔡总统今日也向媒体表示讲，这史瓦蒂尼的国王捌甲讲过，非洲真侪政要拢捌问过台湾的议题，这代表台湾真重要。另外，咱国内特别大选咯，蔡总统认为中国介入选举的力头会增加，咱就要小心细致。事实上，死亡也跟我说，他说，现在很多的非洲国家的政要都跟他在询问有关于台湾的事情，也关心台湾的事情。蔡总统第二年和媒体的参会，蔡总统受到非洲政界真大的欢迎，佮讲到台湾伫非洲的重要度正在提升，政府推动的非洲计划嘛会强化台非关系，替下任总统佮拓外交空间。尤其国内的大选，外界更较关心驻美代表萧美琴，敢是民进党赖清德的副手，蔡总统敢有伫中斗协调？如果他有觉得有好的可能性的话，那就是要由当事人自己去谈哈。那如果有需要我协助的，那我当然也会帮忙哈。另外，最近传出美国对台湾施压，讲要开发生物战剂，这假消息。蔡总统强调讲，中国介入选举的手法合力量是一直增加，方式真多元。这种认知作战对台湾民主是真重要的挑战，个人一定要注意，相关单位嘛要较紧解说和澄清。尤其政府执政的主调是稳定和发展，会克服挑战。就是2个字，就是稳定发展。我们也都是一个冷静的姿态，一个稳定的措施，来一一的克服这些挑战。蔡总统参加友邦史瓦蒂尼55年的国庆，嘛是史王温史瓦蒂3世55岁生日。台语是比较王室的成员和各国元首。史王致辞的时阵，佮第一个讲到蔡总统。Excellency President Tsai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. 蔡总统的位就伫王母和王妃边啊，下面是真接待互动。蔡总统嘛参观四间政府病院，尤其是2021年完工的急诊大楼是大数合作的成果，嘛感谢北医医疗团队14天的拍拼。一做就做了14年，非常的不容易。世界卫生部长嘛感谢台湾在疫情期间是这么斗3天，而到台湾的讲话经验无法度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是无合理的，讲因会继续帮助台湾捍卫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